大家帶嚟一隻股票咧，就係石藥集團1093啊。咁啊，石藥最主要喺內地從事生產藥物同埋銷售藥物嘅生意啦。咁喺個銷售藥物方面咧，就主要係有3類嘅。咁就成藥咧就佔藥品嘅銷售大約81%啦。咁而維生素 C 咧就佔大約8.7%嘅。咁就另外抗生素方面咧就佔比較少嘅份量係4%啦。咁喺業務面方面咧，就2019年咧石藥嘅毛利咧就係159億元人民幣嘅，咁按年咧就升咗35.6%啦。咁另外純利方面咧就係37.14億元嘅人民幣啦，按年亦都增長咗20.6%嘅。咁睇翻石藥啱啱公布咗佢第一季嘅淨利潤同比會有機會增長15%至30%啦。而石藥而家現時股價市盈咧大約係23倍啦。咁我哋睇得到咧，其實首季咧就個疫情會影響各行各業嘅業務啦，咁但係石藥反而係有一個15到30% 嘅增長嘅，咁相信會受到市場嘅追捧啦。咁睇翻個業績面方面咧，其實石藥最主要治療一啲腦中風嘅藥物啊，叫做恩必普咧，其實舊年個業績係增長係銷售係35.8% 嘅，咁而個腫瘤藥嘅銷售增長方面更加係高達148.8% 㗎。咁另外大家可以留意翻石藥咧，因為佢嗰個管理嘅團隊係特別優秀，咁喺個創新藥嘅研發實力啦，同埋一啲新嘅公司收購藥廠方面咧，都係有一定嘅競爭力㗎喺市場上面。咁另外投資石藥當然亦都有啲因素大家需要注意翻啦。咁就啱啱講咧，疫情咧可能第一、第二季咧對翻醫藥股咧，石藥可能亦都有個影響喺度嘅，咁有機會嘅增長會放緩翻啦。咁另外咧就係醫藥股我哋都知道喺行業嘅政策咧相對上面係比較高嘅，咁就另外最後就會睇翻一啲產品嘅研發同埋開發咧會唔會及預期咁好啦？咁睇翻石藥個股價方面咧，就52周高低位分別係11個2毫2，去到52周高